大家早上好，今日我想再一齊睇主耶穌教導我哋嘅主禱文，我哋睇路加福音11章1到4節。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完啦，有個門徒對他說：求主教導我們禱告，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。耶穌說：你們禱的時候要說，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天天賜給我們，赦免我們的罪，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阿們。喺路加福音嘅11章呢一度啦，記住主耶穌所教導我哋嘅主禱文。其實睇經文嘅話，更加全面嘅記載係喺馬太福音第6章嘅裏面。即係馬太福音第6章9到13節，喺嗰度咧有更加完整嘅主所教導俾我哋嘅咁樣主禱文。咁喺今日我哋所睇嘅路加福音第11章嘅裏面，喺段經文嘅當中，我睇見咧有耶穌個門徒去走過嚟同耶穌講：主啊，求你去教導我哋點樣去禱告，我哋好想去知道如何去禱告。正如約翰亦都教導佢個門徒禱告，亦求你教導我哋咧點樣去禱告。於是耶穌開口去教導佢哋該點樣去禱告。同樣大家如果你想去學習禱告嘅話啦，咁我哋咧亦都可以照住咧呢個嚟到去禱告。其實禱告係好簡單嘅，就係你同神去說話咁就可以嘅。禱告就好似呼吸一樣。我哋只需要開口向神去說話，神就會聆聽，就係咁樣。即係真心誠意去祈求，神咧都會聆聽，呢個係啱㗎。但係我哋嘅禱告點樣能夠成為真正合乎神心意嘅禱告咧？喺今日嘅主禱文當中，話俾我哋聽，真正合乎神心意嘅禱告係點樣㗎？希望今日通過主所教導我哋嘅主禱文，我哋能夠可以做出最美好嘅又合乎神心意嘅咁樣禱告。咁我睇主耶穌係點樣教導我哋去禱告㗎？我哋睇馬太福音第6章第9節，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：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阿們。首先我哋睇第一個嘅要點，耶穌喺度去教導禱告嘅時候，佢話：我們在天上的父。喺禱告當中，我哋非常之明確，亦知道我係向邊一個人去禱告。禱告咧係説話，第一個説話咧唔似有一般嘅咁樣嘅説話。大家可以諗下，我哋講嘢嘅時候，肯定有我哋講嘢嘅對象。我喺度跟邊一個人去講嘢。嘅禱告亦都係一樣，係要有明確嘅咁樣嘅對象。我哋並唔係同空氣去講嘢，亦都唔係一種自言自語嘅呢個方式，而係有非常之明確嘅我哋説話嘅一個標的，咁就係神。我哋向神嚟去説話，所以一句話：我們在天上的父。通過一度我睇見有我哋所呼求嘅咁樣嘅對象。即係我哋向神嚟到去呼求，向神嚟到去説話。咁大家我哋係禱告嘅時候，我哋心嘅裏面有冇明確我所呼求嘅就係神呢？我所呼求嘅係嗰位阿爸天父呢？所以喺呢句話嘅當中，其實有兩點。第一點啦，就係需要有明確嘅對象、明確嘅標的。只向着阿爸天父咯嚟到去祈求。第二點咧，就係佢係點樣嘅一位咧？係天上嘅父親，係慈愛嘅父親，慈悲嘅父親。所以咧喺呢句話當中，本身係帶住啦，相信嗰一位慈愛嘅天父嚟到去呼求嘅，有咁樣嘅意思咧喺當中。咁第二句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阿們。就願神嘅名字咧，能夠得到咧聖潔嘅名字咧，非常之嘅重要。有句話講到啦，老虎死咗之後咧，留低皮
嘅靈寫之後啦，留低名字。所以我哋要讓神嘅名字啦，能夠得着咧稱讚，能夠生神嘅名字啦，能夠咧成為咁樣聖潔嘅名字。所以通過我哋嘅生活，讓神嘅名字啦得到咁樣嘅聖潔，讓神嘅名字啦得着咁樣嘅榮耀。我睇見主耶穌喺佢最後嘅禱告，亦都係一樣，父啊，我已經榮耀你。主耶穌嘅一生啦，係讓神嘅名字啦得着榮耀嘅咁樣嘅一生。所以我哋嘅禱告啦，亦都應該成為祈求神你嘅名字啦得着榮耀。換句話說啦，通過我哋嘅生活，能夠讓神嘅名字啦得着榮耀嘅咁樣嘅生活。我再往後睇第6章第10節。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阿們。喺到主耶穌嘅教導嘅當中，有3個願，呢3個願係我哋咧真正禱告嘅核心嘅內容。耶穌佢話：你哋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。啱啱我哋都提到，我哋嘅禱告可以為咗呢一樣嘅嘢、嗰樣嘅嘢嚟到去祈求，但係最重要。最合乎神心意嘅禱告就係去祈求神嘅國佢嘅義。所以佢話：願你個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亦都行在天上。阿們。希望我嘅禱告能夠成為成就神嘅國所作嘅咁樣嘅禱告，並且願神佢嘅旨意啦行在地上，仲係行在天上一樣。呢個本應成為我哋咧禱告嘅核心。但好多時候，我哋察我哋自己，咁我哋帶住點樣嘅禱告嚟到神跟前呢？可能為咗我哋裏面自己嘅好少嘅咁嘅事情啦，嚟到去祈求。實際好需要嘅係我哋啦，需要擺正呢一個嘅位置，好擺正呢個優先順序，即係為咗神嘅名字，為神嘅國佢嘅義先去祈求嘅話啦。咁我哋嘅禱告啦，最少可以得到咧80分甚至90分㗎。呢個咁樣嘅好核心嘅禱告啦，咁樣嘅禱告咧係非常之正確嘅咁樣嘅禱告。我哋往後睇6章11節，我們用啲飲食今日賜給我們，阿們。我們係為咗咧我哋日用嘅飲食咧，嚟到去禱告，主求你賜，求你把今日我哋所需用嘅賜給我哋吧。係箴言書嘅30章8到9節。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，使我不貧窮也不富足，賜給我需用的飲食。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？也恐怕我貧窮就偷竊，以致褻瀆我神的名。阿們。箴言書裏面咧教導我哋咁樣嘅教導，有咁樣寶貴嘅教導。箴言書咧係智慧書，咁智慧書嘅作者係點樣講咧？佢係主啊，求你兩件嘅事情，求你去賜俾我。第一個就係讓虛假嘅謊言啦遠離我，第二個就讓我不要變得貧窮，亦都咧冇變得富足，賜俾我要嘅飲食就可以啦。因為恐怕我太富足嘅話啦，會忘記你；太貧窮嘅話啦，呢個都唔好，因為咧會去偷竊，以至咧去褻瀆我神嘅名。所以喺度睇一件，即係你為着你嘅飲食而去祈求，呢個係非常之有智慧嘅咁樣嘅禱告。其實有咁樣一個故事，就有一個非常之有錢嘅一個商人，喺佢生活當中建立咗好多嘅大學，以至教會啦都建立咗啦1928間呢啲嘅大學同埋教會啦。其實借住咧呢個商人嘅奉獻啦，亦都係建立起嚟嘅。咁佢係點樣嚟去講嘅咧？佢話啦，喺我建立嘅呢啲嘅學校教育裏面啦，我唔會立咁樣紀念碑，因為佢知道其實有一切都係神所賜俾我，都係神佢嘅祝福。咁點解佢能得到成咁大嘅呢啲嘅祝福咧？當然有好多嘅原因，但佢話俾人聽，其中好重要嘅原因就係佢從小就開始好徹底嘅做好實際嘅奉獻。只願得到一蚊都好，佢都肯定咧好好嘅做好1蚊嘅實際奉獻。
後來當佢越嚟越富裕、越嚟有錢嘅時候，佢諗點解神要我成為咁有錢嘅人呢？因為佢諗，因為我總係咧好好去做好呢個11個奉獻，佢就非常之徹底嘅去計算嘅，然之後咧完全嘅嚟獻上俾神。咁佢嘅見證係啲乜嘢咧？佢話其實我嘅生活，我所嘅一切咧，亦都為咗榮耀神而去活着。我嘅一生就為咗榮耀神咧而去活着噶。所以神祈求你嚟祝福我，即係佢咧同一般有錢嘅人唔一樣，佢並唔係為咗自己嘅生活你去努力去賺錢，而係咧用神所俾佢一切嘅才能，你好好嘅要做買賣去賺錢，並將呢啲咧嚟獻上俾神。所以睇見佢一生當中都蒙神好大嘅祝福，你都可以話啦，呢個係佢裏邊啦咁樣嘅智慧，即係好好擺正咁嘅優先順序嘅時候，神啊佢會當中咧嚟去祝福你去使用一樣。喺聖經當中，我哋睇得見耶穌曾經喺曠野嘅裏面受到魔鬼嘅試探。咁呢個試探呢係點樣嘅咧？就係話到你若是神嘅兒子啦，可以將呢啲石頭咧變成食物。但喺度睇見耶穌佢點樣嚟回答咧？佢話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。阿們。就希望大家我哋能夠以聽神嘅話語，能先以明白神嘅話語為優先，即把我哋嘅一切呢都放低落嚟，先去聆聽神嘅話語嘅時候，咁樣時候啦，神會祝福我哋每一個人。只有我哋能夠喺生活當中，能夠咧先求佢嘅國同埋佢嘅義，然之後去祈求佢嘅飲食，跟住咁一種嘅優先順序咧，然之後去禱告。咁接落嚟啦，我用啲咩嚟禱告咧？6章嘅12節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人的債。阿們。其實我呢句話我可以調轉過嚟睇，呢句嘅意思就係呢句嘅意思啦，可以咁樣去睇，就好似我赦免別人嘅債一樣，主啊，祈求你去饒恕我，就好似我饒恕我弟兄姊妹一樣，亦祈求你去饒恕我。喺我每天生活當中，大家有冇覺得有人得罪我哋咧？大家我哋一天生活落嚟嘅時候，肯定都希望主去饒恕我哋，唔好去紀念我哋嘅過犯同埋罪孽。但個前提係啲乜嘢咧？主啊，係我已經饒恕咗我嘅弟兄姊妹啦，亦祈求你去饒恕我。其實呢度係跟後邊咧14、15節係有關聯嘅。我哋睇馬太福音6章14到15節，你們饒恕人的過犯，你們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；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，你們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。阿們。因為主已經饒恕咗我哋，所以大家喺天日當中，如果有人得罪咗我哋嘅話啦，即係希望能夠咧當天咧能夠解決呢個問題，喺當天從心裏嚟去饒恕。同樣我哋都唔希望我哋嘅罪孽啦去被記錄落嚟，所以求你去饒恕我一樣。同樣咧，所以主啊，我已經饒恕我嘅弟兄姊妹啦，已經祈求你去饒恕我。就好似咁樣一樣，即係天當中可能有我哋遇到嘅各樣嘅呢啲嘅情況，但我希望能帶住禱告嚟神跟前嚟去解決。呢一個咧係關乎於咧過去嘅問題，所以咧即係咁樣禱告，希望能夠得到咁樣嘅解決。後面亦都話到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咁喺呢個之後啦，求神讓我哋咧唔好去遇見咁樣嘅試探。其實經文當中有咁樣一句話，你不要以為自己已經站得穩啦，應當警醒禱告。大家即係我哋唔好認為我哋自己已經站得住啦，而應該去祈求主啊，唔好讓我哋去遇見咁樣嘅試探。大家喺生活當中
有冇會遇見咁嘅試探呢？肯定有㗎，因為人係咁軟弱咧，所以常常咧會有咁樣嘅試探咧臨到我哋，所以需要祈求主，唔好讓我哋去遇見咁樣嘅試探。我哋要咁樣就去禱告，只係為咗我哋咧唔好去遇見咁樣嘅試探啦，你去禱告。佢後面都話到救我哋去脫離兇惡，意思就係啦，萬一我哋唔小心，即係到撒旦嘅網絡當中，求神你咧唔好去忘記我，亦都唔好丟棄我，將我從惡者嘅裏面咯去救拔出嚟，從惡者嘅網絡當中咧去拯救出嚟，有咁樣嘅意思，就祈求神啦去幫助我哋，去拯救我哋，去紀念我，唔好去忘記我。咁樣禱告咧係好重要㗎，俾佢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哋脫離兇惡。佢後接住話：永遠國度、權柄、榮耀、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喺度咧將榮耀同埋讚美、感謝咧，我哋獻上俾神，將榮耀啦、國度、讚美、感謝啦，歸俾我哋天上嘅父親。到呢度為止啦，到呢度為止咧，非常之完全嘅美好嘅將禱告咧嚟獻上俾神。就願意我哋能夠喺每天生活當中，能夠記住主耶穌所教導俾我哋嘅要主禱文，然之當中所教導我哋嘅呢啲嘅要點，讓我哋能夠啦喺每天嘅生活當中，能夠啦喺默想主所教導我哋嘅呢種嘅姿態啦，呢種嘅優先順序咧，亦都係生活，讓我哋嘅生活，讓我哋人生啦，能夠咧成為咁樣嘅神所悅納嘅咁樣嘅人生，然之後每天嘅咁樣生活。好，咁對到我哋禱告，阿爸天父，我哋就感謝你，感謝主你嘅寶貴嘅話語，同埋主耶穌所教導俾我哋嘅咁樣主禱文，讓人能夠睇見住我哋嘅人生當中嘅非常重要嘅一個優先順序。仲亦都教導我哋嘅禱告係向住我哋天上成個父親所作嘅咁樣祈求。主啊，你係會聆聽我哋嘅祈求，並且會係成就嘅。主讓我哋能帶住咁樣嘅正確嘅一種姿態，讓主你面前去祈求，即係為咗主你嘅國、你嘅義啦，然後去祈求，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，如行在天上一樣。主讓我哋通過我哋嘅生活啦，能夠成就主你嘅旨意。亦祈求為咗我哋每天嘅日用所需要嘅一切，求你去賜俾我哋。主就讓我哋能夠喺每天生活當中學習嗰一個依靠你、仰望你、信靠你嘅咁樣生活。亦求你幫助我哋，讓我哋可以去過饒恕別人嘅咁樣嘅生活，正如天父你饒恕我哋嘅過犯一樣，讓我哋能夠喺生活當中能夠過一個彼此相愛、彼此互相包容、饒恕嘅咁樣生活。再求你幫助我哋，冇讓我哋陷入到魔鬼撒旦嘅網絡當中，只俾我哋陷入到咁樣捆綁嘅裏面。求主你幫助我哋，唔好忘記我哋，都唔好丟棄我哋。讓我哋從咁樣嘅捆綁網絡當中去救拔我哋出嚟。最主讓我哋嘅一生，只單單嘅行喺主你嘅真理嘅公義嘅道路嘅當中，通過我哋嘅生活能夠顯出主你嘅旨意，然之後通過我哋嘅生活能夠成為咁樣嘅頌讚感恩嚟到獻上俾你。接住我哋嘅生活能夠成為馨馨嘅活祭嚟獻上俾你。求主你悅納我哋所獻上嘅一切，求主你保守我哋新一天嘅生活。感謝你，透過奉主耶穌嘅名字祈求，阿們。